过徐继勇这个时候离垒距离比较远，最后在一垒被 take out 出局。变化球被打到左半边方向，蒋少宏这个时候敲出了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这个时候要回来得分。连续投出6根坏球，不过徐继勇这个时候离垒距离比较远，最后在一垒被 take out 出局。其实如果是第一时间想跑的话，那就往二垒跑就好。哇，蒋少宏的处理也很及时。变化球被打到左半边方向，蒋少宏这个时候敲出了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这个时候要回来得分。终于在得点圈的机会，蒋少宏把握住了，在7局上半，龙队追到3-4，两边现在只有1分的差距，所以宝拉今天是3分的责失分，已经确定了。就高起来了。当他的变化球一高，他往下掉的空间就不大。蒋少宏这一球确实也掌握得很好。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徐若曦今天的目标啊！这颗变化球掉得够犀利啊，让王一晨挥了空棒，蹲在靠近外侧的位置，这个速球进来154，让江坤宇也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连续3位打者都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，结果这个变速球掉中了张志豪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徐继勇上一站呢也是有安打有打点，但这颗变速球还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啊！2好2坏，同样的变速球压在刚刚3振的许基宏的位置啊，让周思齐也中招了。球速对投手有利，这个速球进来让高宇杰回了一个空棒。在2局的下半，徐若曦所拿到的3个出局数，同样全部都是靠了3振，可以抢下球速的领先了。2好1坏，速球这个位置够刁钻了，让苏伟达挥了空棒，忍住没有出棒。再来一个速球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这个球再投，变速球收到了效果，张志豪挥棒落空，遭到3振。前3棒就也会加入到这个名单里头，而且今天在他完成投球工作之后，可能又有些纪录要被他突破了。协议啊，但味全球团确实也是慧眼识英雄啊！这个变化球进来，周志齐没有出棒，被拉掉了。今天的第11次3振，看出一点点在攻击上的一个弱势。对，这2颗球，防御这件事情跟场上队友的守备状况也好，或者说是一些客观的情况而言，还是有关系的。去年大半年的时间，其实都在养伤啊，所以才会出赛的场次比较少一些。啊，这一球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结果苏志杰遭到了接杀。这一球有进来，153公里啊，还是需要注意的。挥棒落空，结果林安可遭到3振，也结束了在1局上半统一的进攻。这一局3上3下。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145。这球内野的滚地球，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，哇，是山垒来补啊！哎呦，哇，哎有，还是有踩到啊！哇，但是又拉到了。哦，朱祥林，这个还踩得到吗？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啊，跑得不太够，应该多跑个半步。哇，这个有踩到啊，厉害了。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，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哇，延伸到最极限了。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？该不会主审觉得没有踩到吗？7局之后，哦，是主审自己要看。
后一点点啊。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。我自己觉得啦，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。好，这边电视辅助判决 out 哦，没有问题。经过第2次的确认，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，还没。哇，脚尖一直跟在，哇，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。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呢。哇，这要请个宵夜。哎，这边叶总上来。这边有点火爆。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out的判决吗？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？哇，还是不满主审来挑战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。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。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，就尽量不要再。通常抗议的话，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，因为已经去看了。但最后判决是out啊。对啊，是对魏全龙有利，可是他觉得，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？哦，在休息室。是有丢头盔进来哦，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。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你观察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，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。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全有利啊，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，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给丢出去了。大这个讲线，不行。好，我们第3个